大家好，又到咗呢、個貼題嘅月份啦我哋咧2025 DSE 咧喺4月29號咧就開始考中史科啦。咁咧就即係啦，咁好同學咧都唔係萬眾期待嘅，即係啦，即係都喺度想期待下啲貼題嘅嘢即係考完，即係我哋今日錄影嘅時間4月2號啦，咁咧4月29號就考中史啦，即係仲有27日。咁通常大家考完主科之後，或者有啲同學考完英文之後就直接掂中史嗰啲咁樣，即係數學理都唔理啦。尤其是文科人，我都知大家文科人咩心態，文科人想掂到數學都會想嘔啊。咁所以情況之下咧，咁就有啲同學就好想嚟到快啲就知道，到底點溫中史，點溫中史，點溫中史。咁所以咧就係啦，咁我就嚟到俾咗少少嘅一啲嘅 tips 大家啦，咁樣即係俾建議大家啦，咁嚟到睇下點樣溫中史啦，剩翻啲廿幾日嘅時間。咁係啦，呢個係初階貼題啫，因為咧有啲同學如果有睇我 IG 都知道，我哋4月8號咧有一個嘅進階貼題課程，即係詳細教大家點樣溫啊，同埋有啲嘅互問互答環節，咁睇下啲網友們有咩問題咁樣，睇下就點樣可以解答下啲網友們嘅同學問題啦咁樣。咁我哋咧就嚟個初階版先，咁同學最好咧。如果假設上嗰個嘅班之前，先睇咗呢條片先嚟到再上嗰個班。咁係啦，如果有啲同學仔想上嗰個4月8號個班咧，就可以去我 IG Alvin DSE Chinese History 嗰度嚟到睇嗰個，只要做好 share 啦，share 上 story 啦，comment 啦，tag 3個同學仔，咁仲有 WhatsApp 我咧，咁我就可以就 add 你入。即係 add 你入 group， 咁到時就一齊上堂噶啦，咁樣。咁事不宜遲，我哋開始啦。咁首先咧，我哋咧就講關於一啲 DSE cut off 安排先，咁樣。好啦，咁我哋首先咧就會將個時間線咧就擺喺呢一度先。因為大家知道咧，考評局咧以疫情為理由咧，喺2021年 DSE 咧就話因為即係肺炎嗰陣時嘅情況之下要 cut syllabus 啦，咁所以大家知道咧，即係如果大家早1年出世或者早2年出世，好開心嘅，因為咧嗰陣時咧就有分中甲部啦同埋中乙部嘅同學仔只要需要咧古代史同近代史兩 part 選一 part 讀就 OK 啦。但係依家2025 DSE 嘅同學仔就冇呢支歌仔唱啦，所以你見到嗰陣時咧，因為咧 cut syllabus 啦同埋個必答題，因為咧以前就答一題必答題啫，但係咧即係以前答一題必答題，但係依家要答2題必答題，即係古代史一題、近代史一題，共40分。以前就20分，將20分擴大到40分。所以咧呢個情況之下咧，你見到嗰個嘅價值都通脹咗㗎。你見到原本以前咧就77% 攞到5星星㗎啦，但係你而家通脹到83.3% 先考到5星星嘅位置啦。咁5星都係咁，你見到咧原本咧5星嘅位置都係70到71% 度嘅啫，但係依家進階到76%。拎5原本60幾%，第一進化到去70%。咁不過咧，我覺得今年啦，即係乜？但係今年2025 DSE 啦，咁 predict 出嚟嘅啫。咁因為咧復行舊制，所以其實咧呢一部分咧2021至2024都可以唔需要睇噶啦，呢度都可以交叉佢啦，都唔需要睇噶啦。咁所以咧如果我 predict 嗰個 cut off 嘅話咧，咁我就會用呢度嚟為準，我就做參考呢一度。咁咧如果呢幾年嚟講嘅話咧。2018年咧係容易嗰年嚟嘅，我覺得係咁多年嚟講最容易嗰年就係2018年，最難嗰年而家2019年。咁但係咧，我覺得咧，因為今年呢排 DSE 咧就有好多嗰啲嘅 MC 題啊，跟住有大家有咗 past paper 嘅話咧，你見到21年、22年、23年、24年嗰度咧就好多啲短答題啊、MC 題啊嗰啲咁樣。咁所以情況之下咧，我覺得啦，今年嚟講嘅話咧，應該都會沿用呢一個情況，就唔會話咁多10分、15分題，定都係最後嗰題出題10分。或者最後嗰題出嚟15分咁樣，咁但係上面有好多填充題啊、MC 題啊嗰啲咁樣嘅，咁所以情況之下嘅話咧，但係呢一度點解會咁，即係點解會77% 到5星星咧？個原因係因為嗰陣時呢一個時間咧，就好多連必答題都有幾條長答題，咁所以我就覺得嗰個情況之下咧，就呢一個19年 DSE 就比較難嘅原因咁解，所以你問我嘅話咧，我會用最悲觀打算啦，我會用呢一個嚟作準，即係咧係啦，我覺得啦，今年5星星，因為最容易嗰年應該80% 5星星啦，呢個5星星啦，74到75% 係拎5星啦，跟住69% 拎68% 到啦，拎5，我覺得係呢個數字嘅咁樣，咁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如果你話其實攞5星星係咪真係題要去到好高分，其實唔係嘅。因為其實只要平均做到每一題攞20分，其實就攞到5星星嘅啦，咁樣啦。咁係啦，咁所以情況之下嘅話咧，呢個就係嗰個即係俾個目標俾大家，就係你只要一題攞到20分就攞5星星，即係一題攞20分啦。
跟住呢一個嘅五星就一題大概攞19分度啦，19或者18分度，呢一題攞18分或者17分度都攞到5噶啦，攞到咁樣，咁係啦一個咁樣嘅情況嚟嘅，咁樣，咁係啦，跟住就係萬眾期待啦，就係屬於貼題嗰部分啦，到底有邊啲 topic 嘅溫先，邊啲 topic 嘅溫後咧？嗱，留意啦，就係話，因為呢家仲有3個星期啦，咁我哋遲啲喺4月8號嗰堂嗰陣時咧，會再進階咁樣講我哋嗰個嘅溫書嘅策略嘅。但係通常依家咧考完 core 嘅情況之下咧，同學應該得翻2科或者3科嘅 elective。咁中史尤其是最後個科啦，咁我知有啲同學仔首先會攻咗可能前面少少嗰啲 elective 先，例如 geography 啊，例如 BFS 啊，例如西史科啊等等咁樣呢啲咁樣啦。咁但我會建議同學咧最好斬1/2或者1/3時間，最好有翻多少時間俾中史科咁樣，因為你都要 pick up 翻。因為我都知我同學仔對上一次掂中史科可能都3月中嘅時期啦，因為覺得中史科後考啦咁樣，但係你知記憶係會消逝嘅，所以情況之下唔會即係你唔好咁淡定話即係之後背一晒係背唔晒㗎咁樣啦。咁中史科嘅情況之下嘅話咧，首先你見到咧就呢一個嘅係啦，咁我哋首先會有個階梯，即係你首先就係話第一係比較重要係通常一定會考嘅，二咧就係相對次要。我覺得啦，若果即使幾唔熟嘅同學，1同2都一定要掂㗎啦，即係呢個係俾咗頭盔大家先嘅。1同2一定要掂嘅咁樣啦，3同4係有時間先掂嘅，3同4係有時間先掂咁樣啦。咁首先如果我哋講貼題之前，首先要知道上年到底出咗咩先。好啦，呢個咧就係上年嗰個出題趨勢大表啦，咁樣嗱，咁咧你見到上年出咗周代做咗選答題，出咗王莽散漢同東漢做咗選答題。跟住呢個嘅孝文帝就冇出過題，上年必答題就安史之亂咁樣，跟住元明就出咗呢一個嘅選答題。咁即係話咧呢度如果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我哋首先咧就嗰個重點就係話2024呢個出咗題目係咪？2024出咗題目，周代出咗題目，通常你見到佢唔會隔住咁樣出，尤其是如果通常2個圓圈嘅話咧，呢個就棘啲啦，因為呢個出個必答題啦，係咪？呢個出個必答題啦，咁樣咁因為其實對上一年19年出咗周代，2020出呢一個嘅春秋戰國，咁跟住呢度都空咗啦，係咪？咁2224都冇出過，通常雙數年份先出嘅，咁所以如無意外2025就唔會出噶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個可以擺最後嘅，呢個可以擺，有時間就溫，唔好時間就唔好溫啦，我覺得就咁樣啦。跟住啦，下一個咧就係問呢一個，你見到就係王莽散漢同東漢戚宦相爭。係啦，王莽散漢同東漢戚宦相爭呢個2024出過，所以你問我嘅話呢 part 都可以擺最後噶，都可以擺。即係但係呢個都可以擺最後噶啦。但係咧你見到咧秦始皇呢課咧比較特別一樣嘢係咩咧？就係話你見到咧就係秦始皇咧好少有咧跨2年都唔出題噶。你見到即係頂多隔年就出題，18跟住21年仲要全係出秦始皇添。係咪？所以其實秦始皇呢課理應上係今年嘅大熱，而我相信咧出到面有好多同學仔咧都應該會揀秦始皇呢題答嘅。咁但係大家要注意啦，就係話通常咧就越多人揀嘅題目咧就越要溫得細緻啲嘅，因為有啲同學仔可能就對秦即係有啲同學仔可能即係或者我喺。即係我個 mock 為例子啦，即係有80% 同學都係揀秦始皇嗰課。咁所以情況之下咧，咁啊，唔得漢武帝會唔出又唔代表漢武帝都有機會出嘅喎，因為咧但係我覺得重心係秦始皇先。所以其實你問我嗰2 part 係一定要讀噶，呢2 part 係，因為呢2 part 係首先要攻破咗個 topic 先，因為有好多同學真係會揀秦始皇，不過只係嗰一題。係咪易入口咧？咁如果唔易入口，你就要跳船啦。通常有機會出駁論題，即係有咁嘅情況之下，因為要殺一班人嘛。因為你知咁多人揀咧，佢一定會落重心機喺呢一題度出嘅，咁樣即係好似上年嘅安史之亂咁樣。因為其實上年安史之亂係有少少難嘅，但係嗰陣時因為佢同埋個 marking 有少少緊嘅，其實有少少。咁因為佢預示到有好多，因為其實盲嘅都知上年嘅話，安史之亂係會出必答題，因為你見到安史之亂，因為你見到安史之亂咧，正常係隔1年就出噶。
咁但係假年唔出，呢一年唔出啦，所以變相呢一年就出咗必答題啦，咁樣啦。所以情況之下嘅話咧，其實佢一定出嘅情況之下嘅話，佢一定會落少少心機喺呢一題嗰度嚟到打貼題嘅。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嘅話，變相安史之亂啲題咧，佢係出得比較難啲，所以同學有啲心理準備，可能秦始皇呢題係比較有少少中伏㗎，可能需要寫駁論。咁樣，所以你要睇清楚，到時同學要請睇清楚題目嘅要求咁樣啦，同埋可能到時嚇，即係不過我係啦，即係其實做好嗰啲準備就冇乜所謂嘅，即係可能我哋到時教貼題班嗰陣就會教逐頁解釋題嘅寫法係點樣，咁但係總之呢啲題要注意，但係總之呢啲題咧係基本上我唔好話100%啦，即係講多次呢個貼題咧係只供參考嘅啫，即係貼錯題咧就唔好鬧我即係我哋其實就係呢個似買六合彩咁樣，就其實真係買六合彩嘅啫，六合彩唔包會中嘅，係咪？咁我覺得秦始皇呢課咧有90%機會會出噶啦，咁我俾10%懸念自己啦咁就90% 機會出，10% 機會唔出嘅咁樣啦。咁所以呢個咧就係秦始皇嗰課係基本上一定要溫嘅。孝文帝好啦，跟住啦。就係北魏呢題啦，嗱，跟住呢個頭先講安史之亂出咗必答題啦，係咪？呢個2024年仲出咗必答題添，係啦，2024仲要必答題添咁樣啦，咁就係啦，咁2024出咗開源都係出必答題，因為其實佢兩個一齊出嘅，其實係啦，都係出咗必答題嘅咁樣啦。咁唯獨是呢兩個冇出咁樣啦，呢兩個冇出啦咁樣，跟住咧就宋元明清至元代出咗必答，咁所以其實咧，如果你問我嘅呢個都係4噶啦，咁樣啦。安史之亂咧，你有時間就溫啦呢個我擺3啦咁樣，因為其實安史都係大 topic 嚟嘅，都有少少，不過我覺得係比較少機嘅，因為上年係冇淨係出咗安史之亂起因。冇出安史之亂影響，不過覺得小機嘅，佢應該唔會咁樣玩，你咁樣玩，你應該好多人會死咁樣，應該都好多人，同埋都應該唔會出必答，會頂多出選答，因為大家要知道就係話，其實考官係睇唔清楚晒你咁多條嘅能力，你只要嗰題唔好出必答題，其實出乜都冇所謂，或者佢咁樣講啦，成日出周代冇所謂㗎，只唔係出必答咪冇問題咯，係咪？咁係啦，所以大秦始皇覺得會出選答嘅，因為其實好近啊，因為其實都即係2022先出現必答，唔會咁快翻炒住嘅，我覺得啦但係都有機會，因為我哋見到安史之亂都出3年做呢一個嘅必答。咁可能買大包買秦始皇呢課啦，咁我唔知道佢啦咁樣啦。好啦，咁跟住咧就係啦，咁跟住咧就北魏呢個北朝通常單數年份出。咁樣啦，所以其實有機會考嘅咁樣，但係咧如果問必答題嘅話咧，必答題就比較少機問前面嗰句，即係內徙問題咩西晉亡於永嘉之亂永嘉之亂之後5胡16國點樣做成胡漢融和咁樣咁嗰啲咁樣咧就比較少考嘅咁樣。咁但係孝文帝咧就比較重，即係我覺得孝文帝呢課咧相對重要，但係唔係太重要，因為佢一定會出。不過有啲同學好驚，因為嗰陣時咧，因為其實魏晉南北朝涉及好多個朝代，咁所以咧係有機會會出，但係比較少機會會出必答題嘅咁樣。咁但係唔係嗱，前提唔係話冇機會出必答，係有機會出必答，但我覺得少機啫，即係佢玩嘢嘅話就會出呢一個孝文帝做必答題。有玩嘢嘅話，咁但係正常咧，因為喺考評眼中呢一課比較棘一啲咁，所以其實通常佢覺得啲同學唔溫嘅，咁所以我唔知佢咩心態啦，咁所以其實我會擺2呢個位嘅，我擺2呢個位，即係但係詳情溫咗1先。咁呢一個其實只要唔出必答，其實都正常都唔會搞嘅，我覺得就咁樣啦咁所以呢個情況啦，開皇盛世咧，其實上年咧都出過唐太宗呢題問，即係嗰陣時大家知唐太宗個地方政制係州縣2級制，常設呢一個嘅10道做監察區，咁佢上年問過10道監察區嘅作用啦，咁其實都問咗少少唐太宗，係冇問隋文帝，所以隋文帝呢課理應嚟講係今年隋唐盛世嘅大熱咁樣啦，
所以其實我就會擺一呢個位置，即係呢兩個係一定要溫嘅嚇，一定要溫嘅咁樣。宋代集權咧，嗱即係集權呢課咧，咁你見到咧就上年冇出啦，但係因為2023出咗必答啊，所以我覺得咧其實都唔大機會嘅。咁你有時間就溫啦，冇時間就你咪略咗佢咯咁樣。所以我覺得係比較少機出宋代嘅，少機嘅。咁但係因為宋太做呢課，大家知道咧，有啲同學讀時代與知識分子，或者有啲同學讀制度史，嗰啲情況之下咧，制度史嘅科舉制係有少少同種民政策有關，或者講呢一個宋代嘅積貧積弱問題造成咗王安石變法嘅背景，亦都有機會係今年大，因為上年冇考過王安石。咁所以係有機會考嘅，有知識分子嘅同學嘅話，咁所以我都擺，其實我會擺，我想擺2，得個，我覺得冇機會出必答就可以唔好需要理嘅咁樣啦。明代集權咧，咁咧就嗱，因為咧明代集權上年出過啦。其實如果有啲同學翻查歷史嘅話咧，2020出過，2021出過，2022都出過。2021出過咧，問你洪武13年。胡惟庸謀反，咁結果太祖就廢咗宰相，咁咧就設咗殿國大學士或者內閣大學士，清代沿用此制。咁問個填充題嘅啫，問2分嘅啫。所以其實你問我，其實都唔嚴格嚟講，都2021都唔算出過。2022有出，2023出咗4分，2024都出咗15分。咁明代嚟講，正常嚟講今年唔係大，因為今年大正常嚟講，清代集權同清初民族。即係咩南書房啊、軍機處啊、密接制度啊，跟住嗰啲咩文字獄啊，跟住有啲乜嘢編纂圖書啊、復行科舉啊等等呢啲咁樣，咁係啦，呢啲係大熱嚟嘅。咁係啦，咁但係因為咧，大家知清代集權其實同明代集係有少少關係嘅。咁所以情況之下咧，會建議同學仔可能要讀少少明代集權，即係可能明代洪武13年胡惟庸謀反伏誅，太早廢咗中書省，設內閣，咁內閣負責係一個顧問性質，為5品官，咁咧協助皇帝處理政務啊，嚟到草擬詔令啊等等咁樣嘅嘢。咁所以我會擺喺2呢個位。係啦，咁所以係啦，咁我覺得咧，其實同學首先要注意做咗1呢個項目先，即係因為其實中試講個溫書係有策略，即使我考5星星都好啦，其實都冇可能溫得晒所有重點，尤其是依家復常年。不過我咁講啦，復常年通常唔會玩嘢嘅，通常啦嚇，即係我嘅觀察啦咁樣，因為復常第1年咧通常買大包嘅，咁所以咧其實正常咧就應該會係咁樣。正常如果你咁樣咧，即係個甲部個重點就係秦漢啦，係咪？跟住開皇啦、貞觀啦咁樣，同清代集權、清初民族咧，其實正常就應該有題揀到嘅咁樣。咁啊必答題正常都係呢幾個 topic 入面噶啦，正常嚟講啦，咁仲都連埋孝文帝咯，係咯。孝文帝咯，就係咯，我覺得就咁樣咯。咁貼題只供參考啦，再講一次啊，即係任何嘅貼錯題嘅嘢我都唔負責嘅咁樣啦嚇，咁樣啦。好，咁咧就呢個咁樣啦。至於乙部啦，乙部咧就比較癲一啲嘅，因為你見到咧上年出過好少題目啫，咁樣啦。咁例如呢個對外關係咧，上年咧出過呢一個嘅選答。跟住咧，國共分合都出咗喎，咁樣啦。咁咧，上年咧出咗英法聯軍嘅，咁英法聯軍啦。咁跟住咧就洋務維新都出咗，洋務維新同革命都出咗必答嘅，咁樣啦。咁係啦，咁上年就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啦。咁所以你都問我嘅話咧，今年嚟講嘅話，到底乙部會點樣咧？個溫書策略，因為你見到幾癲下一樣嘢係必答題嚟講，2022出咗必答，2024年都出咗必答。咁咧跟住咧2023年出咗呢一個社會主義建設叫必答，咁即係好耐都冇掂過中華民國呢一課啦。咁你見到咧，其實由18開始2021都瘋狂出中華民國，中華民國都好少有3年都唔出必答，都好少有噶咁樣啦。所以其實我覺得今年嘅大熱應該係中華民國噶啦。咁所以其實我唔會見呢 part 係貼題嘅。即係我唔會建議呢派係貼題㗎，我唔會建議，因為咧呢筆我擺係啦，因為咧即係中華民國大機開，即係無論係即係剝也好啊，或者係即係其實都見到都好多都係出中華民國。
咁真係嘅確實趨勢嚟講咧，尤其是袁世凱其實上年大熱嚟嘅，但係上年係冇出到啦。咁所以其實今年係有機出袁世凱，即係咁樣啦。咁5.4都係對上一次出年係18年啦，你已經係仲要出必答添。咁其實都好耐都冇出過啦。咁樣係啦。咁所以個情況之下咧，係啦，其實都大機㗎，因為你見到都6年冇出啦，係啦，即係其實都有機會出啦呢一課。民初呢個位其實都好耐，你見到都唔會係咯，你見到兩年呢個跟住2年，其實真係大機出，即係有機會出選答。咁所以其實基本上溫咗呢一課咧，基本上有題揀到，基本上就咁樣啦。咁即係個必答題喺邊度？不過我覺得呢套其實大機出必答，變相呢一度咧就大機出選答啦。因為係啦，你見到抗日戰爭嚇，你見到呢啲 topic 咧。通常就有啲就隔年出啦，係咪咁樣？咁通常咧，你見到我覺得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係有機會出嘅。咁第二個 topic 有機會出咧，就係社會主義建設。其實會建議啲同學仔咧讀嗰陣時咧，最好啦就係要將即係其實月報個 topic 最好係屬2個單元，2個大單元係最好。因為有一年咧，就好似2021年咁樣咧，你見到咧。2021年有個隱憂係咩？就係話佢出咗必答喺呢一度，但係你見到咧佢選答係冇出過中華民國㗎，你見到係咁樣。咁因為中共出咗2題，你見到啦，一題出呢個同埋對外關係，一題出改革開放，出2題。咁佢有機會係咁樣嘅。咁所以咧就我唔知道啦，今年就所以其實我會建議同學仔咧，因為今年必答題大機係呢一 part， 大機呢 part， 尤其是呢 part。咁所以咧個情況之下咧，其實會大機咧，其實咧同學最好咧讀呢一個位咁樣啦。對外關係應該比較少機會問㗎啦。但係咧，如果你問我比較大機咧，就應該係改革開放同文化大革命嘅咁樣啦。咁因為咧毛澤東時期咧就毛澤東時期你見到咧必答題咧出咗喺呢一度，仲要出第一同第二個5年計劃添。咁剩翻劑嘅就係。即係初年嘅情況咯，咁所以佢有機會問初年嘅情況嘅咁樣，咁所以呢一 part 咧，我會擺喺第二部分。第二部分要讀嘅，即係但係你主攻咗中華民國先啦。我覺得今年嘅重點係中華民國，咁所以請同學咧，記要好好嚟到讀啦，咁樣啦。咁最後嗰部分咧，嗱鴉片戰爭嗱，佢當年列強入侵咧，你見到其實佢出咗好多 topic 啦。咁如果照大陸趨勢嚟講嘅話咧，其實正常就應該唔會係必答題喺度。其實只要佢唔出必答題咧，正常就冇問題。不過有啲同學仔咧，佢好可能咧就重心話覺得中共太難讀啦。唔想讀，咁調翻轉頭想讀呢個 topic 啦。咁嘅情況之下嘅話，鴉片戰爭咧係有機會考嘅，因為佢作為成個課程嘅第一課啦。佢因為通常咧第一年咧就賣大包俾你嘅，咁我唔知佢賣大包嘅定義會唔會係出鴉片戰爭啦？因為第一課啊嘛，係咪？咁所以我會覺得有啲同學仔，如果你假設唔想讀呢一 part 嘅，咁你最好咧就掂呢一 part 啦，咁樣掂呢一 part 啦。咁掂呢一 part 嘅情況之下咧，首先你個鴉片戰爭嗰課咧就係第一個單元係需要掂嘅。咁樣，所以你問我嘅話呢一個啦，跟住咧英法聯軍即係比較少考嘅，比較少機考噶啦，咁樣就跟住就甲午同八國咯。至於呢兩個 topic 就你溫到溫唔到就算啦，因為我覺得應該唔會出，即係上年出過必答，咁你見到好少嘅會跟住嗰年都出必答嘅，咁即係呢3個 topic 應該比較少機會出必答啦，係咪？咁或者有機會咧，佢最衰嗰樣係咩？就係可能佢可能呢度賣2題俾你，咁但係咧袁世凱，因為大家知道袁世凱係作為壓倒滿清嘅最後一根稻草，係咪？咁所以嗰陣時佢有機會咧連埋革命運動少少啫，可能問你一啲大陸嘅史實，包括興中會喺1894年成立啊，跟住喺檀香山啊，1895年去到香港做總部啊，191年黃花崗起義啊，跟住或者點解孫中山做讓位俾袁世凱啊呢啲因素，咁最好要熟讀一啲嘅基礎嘅史實咯，即係啦。中華民國咧係大熱嚟㗎啦，咁所以同學記住咧要溫熟少少啦，
得唔得？咁進階貼題部分咧，將會喺考完呢一個嘅即係 COA 4月8號嗰個嘅貼題班會同大家詳細咁樣講。咁係啦，咁嗰個就唔公開，可能公開少部分嘅啫。所以如果有啲同學想 join 嘅情況之下，咁請記得快啲填名啦。就係咁樣。再講多次啦，如果未 join 我哋呢一個嘅4月8號嗰個貼題班咧，咁可以咧就 like 呢個 post share 佢落 comment 咁樣，跟住同埋 follow 我 page， 同埋 follow 我哋助教個 page。咁結果咧就你可以將佢 WhatsApp 我哋615633317嗰個嘅WhatsApp 嗰度，咁我就會 add 你入 group， 咁到時候有筆記俾你，咁到時候我哋就可以喺4月8號嘅夜晚10點到11點當中就可以上堂噶啦，咁樣。咁係啦，屬於我哋嗰個課程嘅進階部分，同埋會教少少史實嘅咁樣。咁之後我都會同大家陪伴大家嚟溫下書啊，開下 YouTube Live 啊咁樣。咁所以係咯，我密切留意啦咁樣。如果中意呢個 page 嘅朋友或者 YouTube channel 嘅朋友，歡迎 like 我哋個片啦，subscribe 個 channel 啦，咁樣。咁啊 share 呢條片啦，咁樣，拜拜。